他说他恢复，他说很快呢。他说他觉得感觉是还不错，而且他说他已经感觉没什么感觉，没有痛的感觉。好，可能我觉得，因为他说他的筋哦也筋。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在敬拜赞美诗集的第265首。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要弹琴歌颂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不管你是手、脚、口，我们都应当来用我们的身体肢体来荣耀神哈。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歌颂，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他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主。我们要学习在不同的时刻，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因为赞美神的尊荣，特别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赏赐的恩典，我们要时时用唱歌赞美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诉说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美好的作为。谢谢主再次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透过学习在新家人关怀，
的最后的课程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为要荣耀神，透过关怀人的需要，帮助他们透过福音的传递，能够带给人的生命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因为主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主救赎的恩典改变我们人生命所需要的粮食，赐福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也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我们所关怀的新家人的对象，我们都能够透过更多的行动，透过爱的行动来带领他们来认识主。我们相信这是我们透过关怀陪伴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我们需要更多用心在神里所呼召我们的使命里面来传递神里美好的福音。再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也求主你带领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要特别为我们的毛长老来献上恳求，愿主你保守他的脚能够恢复，尽快的恢复，来到神你的面前，来荣耀神，诉说神你在他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谢谢主，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哈。好，我们今天看最后的新家人关怀的最后一次了啦哈。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结束我们新家人关怀事工的工作。那不晓得我们还记得新家人关怀的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哈，阿贝亚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的功课里面，我们先一起再翻回来一开始的导言呐，导言，好，我们在导言的第二段，好，他说新家人关怀同工，就是我们应该帮助新家人怎么样，尽快脱离陌生感，好，使他感觉到自己是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所以我们再回想看看我们大概做了这个课程大概1年了吧？有1年哦？没有了。有，我记得差不多半年以上。因为我记得好像去年4月开始吧，好像3、4月还是5、6月。最近新天先刚来。阿北。对呀。还没。那新天先来很久才开课的。是吗？对。反正我记得蛮久，我记得好像我们原先是3个月要结束了，可是大概我大概上了半年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回想的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如何帮助教会的新家人，有没有尽快的恢复陌生感呢？其实我觉得牧师是有发现我们的同工慢慢有这样子的体会了。就是说每一个新朋友进到教会来，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熟悉他所认识的大桥教会？但是这一点牧师还是觉得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普遍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自己同工我们还是会忙于我们所要忙的服事工作但是我觉得跟人的关系上面还需要有更多的主动跟热情所以他说尽快脱离陌生感，我们要帮助新家人，但是要使他感觉到什么？自己是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机会来了，我们有没有把握住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最近我们其实有做门徒训练课程，现在都大概有3、4位，应该是说算是新朋友了，像金蛋，还有静宽，那还有谁？还有雨佑，陈雨佑姐妹，那最近现在还有这个谢金玲。注意这4位这4位是还没有落户的他们还没有受洗，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应该要放在更多的祷告，为这4位姐妹，来献上恳求。那我觉得，在我们本身的操练里面，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做了这些课程，我们就要更了解，我们更要怎么样去，我也期待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它的目的是要帮助新家人尽快脱离陌生感，甚至要使他成为教会的大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想看看
你是把这个上课的内容当作是知识，还是把它当作是工具？你觉得是知识还是工具？工具。其实是工具。可是如果是知识呢，你不会想要去拿来用，这样懂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上课的内容只是让你知道，哦，原来新家人他在有一些角度切入的生命的态度，可是对你面对人还是没有很大的动力去突破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知识。好，牧师会期待你一定要试着设定目标，每一个礼拜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开始主动去看待这些新朋友，然后找机会去认识他。好，牧师希望我们要有这个行动要去认识他，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第3段他讲说，使新家人在教会中完全安身落户，这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简单工作，好，需要经过多番的接触才能够逐渐建立的。所以呢，这个注意哦，在他的第3段的后半段，他说主日礼拜时要介绍他认识教会的老信徒啦，有没有？所以牧师有些时候会怎么做？会透过平安类，有没有？好，请大家都去跟新朋友怎么样问候？好，第2个，帮助新家人尽早适应教会生活。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有这个门徒训练班牧师很鼓励我们在小组里面，你要去观察你的组员，他如果对教会的生活还不是很熟悉，甚至他对信仰的根基还不是很稳固，牧师真的很推荐。我们现在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定要做门徒训练。好，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工作。好，那现在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小组了。好，因为我们小组人数也会因为这样而去抽离，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假如你的同工或者是小组员，他可以去参加这个门徒训练，我们要抱持一个另外一种态度，叫做装备。好，我觉得我们现在牧师已经看到说，未来等到他们这一个班级完了以后，好，牧师可能就会针对这些新朋友，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小组。那这些他们都是妈妈们，那也都属于社青年轻妈妈。那我觉得很适合，他们可以来做这个牧养陪伴的工作。好，所以这个门徒训练，牧师很期待我们能够搭配着这个新家人的关怀动作来一起做实践。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把它翻到最后29页。我们今天要看最后3大点，是有关新家人关怀事工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要一起看第5点，29页第5点，我们要做什么？好，新家人关怀事工的原则的要做什么东西？第5点要做榜样。好，你有没有榜样？你是用一颗反正我就尽我的力量来参与服事，还是我的服事要成为榜样？那不同哦。我再讲一次哦，我们的侍奉工作大部分普遍是，反正牧师交代我做什么，教会有什么事工，我可以来做我就来做。可是这里提到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要做榜样？新家人关怀的原则事工，它是一个榜样的行动。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带新家人的时候，你来看我，学习我，你有没有这种信心跟态度？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哪里讲到有关榜样的故事的范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帮门徒洗脚的故事里面这个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第14节到第17节。好，翻到了吗？好，他从12节的时候呢，耶稣他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这个就有点像是牧师有些牧师有时候也会问大家：你们知道你们做服神的工人，做神的基督徒，做神的门徒，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吗？对啦，你们称呼我牧师我都同意，我能理解。可是接下来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所以你要看哦，耶稣要讲这句话，我做这件事情，我做你们的老师，我都会洗你们的脚，那你们就应当要怎么样？逼处塞卡了，好，所以他的教导，我觉得我很喜欢耶稣的教导，他会把自己本身投入在他的故事比喻里面，懂我意思吗？耶稣在讲故事，绝对不是单纯单一事件，好，讲某一个故事的发生，他讲的往往都是跟他自己有关系，好，所以他说，我向你们，第14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我还会洗你们的脚哦，好，他不是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他一定说什么？我行这我的款，我有安尼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过度的自己做过的事情不知道，要勇敢的说你做了什么事了。好，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我们要透过自己所做的，要怎么样？要做榜样。什么叫榜样？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小组工作我们会不会去举例啊？我自己怎么在做？你要举范例啊，要把自己纳入那个你在做比喻的范例里面第15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有没有？叫你们照着我像你们所做的怎么样去做？耶稣讲得很白哦。第1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人这是什么？被差的人被差的人不能够大过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这若是去行了，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主呼召的，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被主呼召的，我们做范例，我们是学谁的？学主嘛。我们并不是在夸耀自己，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学到主的那个精髓啊？对不对？如果你有学到这个精髓，你不敢讲吗？那我也觉得，那你应该要好好再去反省了，不是吗？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主会做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么你何必觉得说你这样子做好像会很骄傲？不会啊，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是像谁？是像耶稣嘛。所以我觉得不要怕说去讲出我们讲这些话好像在夸耀自己，我觉得并不是，而是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我们要告诉别人怎么做以前，我们自己要学习先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从耶稣教导门徒彼此洗脚的动作，我们要知道，现今我们大部分是在做洗脚的动作呢，还是在做没有洗脚的动作？我再讲一次，我们现在的做洗礼的动作，大部分都是做样子而已，还是有实际的委身？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怎么打破的？你们要如此纪念我。”什么意思？打破的是什么意思？我为你们破碎自己，那么我们呢？我们要不要破碎自己？要啊。好，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有在做洗礼，我们有受洗礼，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该这么做，可是我们有在做吗？所以我觉得爱一定要爱到底做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子安那边可能没有。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好，他说第9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他，善要亲近。好的事情你要亲近。好，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我觉得这句话，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没有亲热感？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弟兄比较缺乏。你注意看真的是比较缺乏。为什么？弟兄不会亲热？太多包袱，太多限制，
而且大家不愿意敞开，而且这是大问题哦。我们要去了解那个根本的问题，人性根本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爱弟兄是要彼此亲热，如果没有彼此亲热，就是不爱，对吗？你说牧师啊，你这样讲有点牵强。我说我没有牵强，因为本来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本来就是会有一个行动，彼此亲热，这是一种热情呢，对不对？你跟人的关系是有热情的。好，后面那句话，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什么是恭敬人？什么是恭敬人？人家来讲你真好，你真牛，你安怎？谦虚。那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谦虚的人，对不对？那是一种推让，人家把你恭敬的养，好像是把你当做偶像一样，那么你就要懂得谦虚自己，要彼此推让。你就说，我觉得你也是蛮不错的啊。我们彼此祝福，不是只有领受别人的祝福。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在彼此的互助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比彼此洗脚更重要的，彼此服侍更重要的。好，所以这一些也代表着没有一件事情是比生命的供应别人的肢体更为重要。我们在彼此互相帮助当中，一定要做彼此的供应者。不要只是单纯求自己的利益，要有那种态度。所以你一定会怎么样？你要做别人的供应者，你一定会做榜样。不管是在生活、健康、工作，所以如果像肖长老，你本身是很会去讲究健康的，对不对？那么实际上你可以往健康方面，或者是往什么花艺、神所给你的恩赐才能方面去怎么样？去做别人生命当中没有的榜样，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去做的。把你的热情，把你的生命去供应、帮助那一些他急需要生活当中的美，生活当中的健康，生活当中有需要的那一层面。所以这就是上神要我们给的，要我们做的。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到这段圣经节也是要我们说人比较喜欢看别人服侍比较不爱看自己怎么样去服侍人。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教导他的门徒，要怎么样？你们看我怎么做，你们就跟着做。不要只是在等人家来帮助你，你们也要懂得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好，第六点，我们来看新家人关怀原则的第6项，就是要尊荣教会和牧师。好，什么是尊荣？我去查找一下这个国语词典，它很有趣它是孟子的在谈有关父母这个它很重要，它讲的是尊荣这2个字我去查找一下，它叫做子孙的荣耀可以让祖先们共享尊荣。很有意思，我再讲一次我等一下会解释。子孙的荣耀可以让祖先们共享尊荣，什么意思？这个后代子孙他们很有成就成就了以后呢，他们有没有荣耀？有那他的荣耀就是代表着他的祖先有做很好的传递跟教导，对不对？所以让这个荣耀怎么样，也连他的父母亲跟他的祖先都怎么样，都同受到荣耀。那么我要问各位，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说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得着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你会不会做一个对牧师会不会有礼貌？有有礼貌。而且你会知道这个家庭的家长是谁，对吗？你会知道这间教会的背后那位神是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我们自己也是，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出去外面以后有没有代表着我们是大桥教会的信徒？第二个，我们是不是上帝的门徒？第三个，我们有没有去传递说介绍我们的牧师是谁？好，牧师不是说你要来跟温某书中稿，不是这个名字介绍。其下
是你看到牧师哈，你会懂得跟人家介绍你的牧师啊，就好像人家会问哈，人会问讲哦，嚯，你是什么人教？人会问讲啊，恁爸爸是什么人？你了解我意思吗？那像迄讲我问看到小残，嚯，你这园艺是谁给你教？我妈妈，有无？他把这个荣耀尊荣归给了谁？他的母亲，因为从他身上让人看出他了。所以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从以前去参加，从大学时期，我们去参加很多的特会，那个讲台上的牧者在讲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非常荣耀神的生命。你看重你的生命吗？然后他讲完以后，我们大家说阿门。然后后来他就问了一句话：你尊荣你们教会的牧师吗？然后突然间声音就此起彼落了。那后来他又说：你们尊荣神的教会吗？然后大家好像又没什么声音了。什么叫做尊荣神的教会？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我说的国语词典，子孙的荣耀可让祖先们共享尊荣，那么我要问各位了，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尊荣神啊？还是每一天都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还是我们就像那个池鱼之殃的上，难民啊，还是我们时常就好像那个等着人家救济的难民？这一点牧师一直在思考。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再做一个消极，而且是把自己的生命看的是如此的低级，甚至是完全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可以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做传福音，带领新家人跟着我们，我们是榜样。如果你不懂得尊荣教会跟牧者，你觉得这个荣耀会归到谁身上？归到你自己身上，对不对？待会我们再注意哦，后面还会有一个重点，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这一点只是片面的，我觉得尊荣牧师、尊荣教会都只是片面的而已。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好，以弗所书4章11节。以弗所书4章11节。好，11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怎么样？12节说成全圣徒啦，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他甚至后面讲到哦，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些都是关乎到上帝在他的教会里头赏赐了谁，呼召了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这一些人，他们都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神对教会特别的恩典？是不是？是啊。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会教导？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牧者有礼貌？因为我们如果对牧者没有礼貌，我们就会让人看出我们没有尊荣神的仆人，等于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等于是我们也不会尊荣上帝了，对吗？神所派的、神所呼召的仆人，你都不会尊重了。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我们信徒本身也不会尊荣神。那不会尊荣神的生命的信徒是什么生命？你们知道吗？虽然顾家己啊，虽然顾性命，时到时担当，然后最后才来找上帝。所以你要想看卖哦，咱的信徒有可能因为安尼破病吗？会不会？而且会遭祸灾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尊荣牧者不是尊荣我吴牧师，是尊荣那位上帝所呼召的仆人。假如这一位牧者他并没有时常用神的话在教导我们，甚至他用错误的方式犯了神
所不愿意看见的罪，那么这上帝自然会对这个仆人怎么样去做责罚，还了解吗？可是我们做信徒的，一定要先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对牧者一定要尊荣他。所以呢，每次我自从做了牧者以后，我最常听到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会友会跟我讲，牧师，我跟你讲，那个过去谁，然后那个哪一间教会的牧师怎样，我通常心里面都会想说，我都会想说，上神啊，请你让我有智慧告诉他，凡事都有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学习去聆听主仆人的声音，这样就好了。但是千千万万，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谈论神的仆人的状况。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加入跟牧者一起怎么样？一起讨论怎么做管理教会，怎么帮助教会，甚至帮助教会做传福音的工作。我觉得这样才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神告诉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的教会呢，我们需要牧者全心的投入，对不对？对不对？对。那假如说我们不会尊荣牧者的话，你觉得这个牧者他会不会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会？而且这个牧者他会不会巴卡巴丘？他一定巴卡巴丘嘛。就好像一间学校的老师，一个班级的老师，如果班上的同学有几个害群之马的同学，一点都不尊重老师，然后每次在课堂上就是怎么样搞怪，你觉得这个课堂上的老师他会还有心有余力，好好的把他的教育工作教好吗？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神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羊群，我们一定要先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态度，就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信徒，做一个有礼貌、懂得尊荣牧者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所以介绍教会重不重要？重要。介绍你们的牧者重不重要？重要。我牧师不是说你们去谈论牧师不对咯，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带着新家人去谈论你们的牧者，为你们的牧者祷告。好，懂我意思吗？这样才是正确的。我觉得牧者很需要大家能够好好为他们祷告。好，那我们最后一点了。我们第6点说要尊荣教会和牧师。第7点，我们要单单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9篇。19篇第1节到第14节。这是所罗门王为这个圣殿举行这个奉献的典礼他特别在那当中在诉说上帝的荣耀。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比金子可羡慕，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赐。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
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受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这一段讲了3个重点。第1节到第6节讲到一个上帝的荣耀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就是一种荣耀。你们觉得上帝的创造是不是一种上帝的荣光？是不是？那就是上帝的创造，就是已经在荣耀神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时常为此而感谢上帝？所以我们有没有时常在祷告中，我们会诉说说：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对不对？上帝的创造，你看哦，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啊？值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对不对？我们时常有没有在人的面前去告诉人家说感谢主今天天气，感谢主今天如何？天气的创造不就是上帝的创造吗？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美景、那个风景多么美丽，可是我们有没有在诉说感谢上帝的话？好，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好，那第1节到第6节在讲上帝荣耀的创造，第7节到第9节呢，讲到上帝荣耀的失落。怎么说呢？因为人的心啊没有律法，好，所以呢，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怎么样苏醒人的心啊？因为人的心时常被世上的许多的什么一切的黑暗，很多会让我们捆绑的事情怎么样辖制住了，而让我们无法清醒，好好的去做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耶和华的律法，它要紧的是能够帮助人要守戒律、守命令、守神所要求的律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你的心较袂感觉呢艰苦、忧愁、跨路。人的心会忧愁，有很多罪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神所给你的律法。好，该爱人你没有好好去爱人，该帮助人你没有好好帮助人，好，该敬畏神你也没有好好去敬畏神。好，所以呢，接下来第7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什么是法度？这个法度啊，是要让人能够知道智慧。好，要让人知道智慧。所以呢，这里讲到一个法度，法度为的是要明确。好，耶和华的法度，哈，这个叫英文叫 trustworthy。就是说，值得信任的，你有那个确定了，确信啊，我觉得用确信感觉好像会比较合得来哈。你有没有对上帝的那个智慧的确信？你干嘛上帝的能力？你有没有确信啊？你确信神的能力吗？他的法则、他的法度如何来决定很多事情？你判断有没有遵照神的法度、法定来去决定事情？所以我干嘛讲底下哈，我们有没有做这种见证的智慧？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啊，往往没有这种见证的智慧。我们不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见证。好，我觉得很可惜。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好，训词正直。上帝教导的话，这是做正直的哦。好，那你愿不愿意真的把它视为是正直的，还是把上帝正直的教导，好训词当作是一种很严苛？好，我无法办到。好，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遵守，你相信，我相信你的心是很快乐的。好，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好，命令有没有帮助你明白清洁的生命、洁净的清气，对吧？你若有洁净的清气，你的目睭会看得清袂？
会啦，绝对看得清，袂黑白看，哦，袂模糊无明啦，哦。好，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纯洁、清洁的概念、清洁的经历。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更可羡慕。哦，甚至他提到比蜜更甜，哦，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的失落，往往是从哪里？失落是因为人的关系，是不是？人的什么问题？是意念不纯。大部分是什么？是人的罪，对不对？我们人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规章、神的公义法则？哦，所以要不要读圣经啊？要不要？所以我觉得所罗门王他为什么他在献殿在献圣殿的时阵，好，这是一下出来，他对上帝感谢、荣耀上帝的话语。好，他为了要荣耀上帝，在献堂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是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吗？大卫的诗，哦，万一我讲不对，哦，是大卫的诗，哦，那我查稿怎么会是？好，我再确认一下哈。大卫的诗，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对。好，那我下次牧师再做一下做最后的更正哦。好，大卫的诗他特别在这边讲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讲错了，我要举的例子是《列王纪上》，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8章，不好意思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列王纪上》第8章。对，《列王纪上》第8章。好，你看第12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13节，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作为你永远的住处。有看到不？好，12节、13节，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知道，我们再看第20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怎么样建造了殿，有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圣殿的建造，我们要知道。教会，我们现在是圣殿，就是旧约时期的圣殿，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教会，对不对？那教会难道不就是要就像这个所罗门王所说的那样吗？是上帝什么居住的地方啊？什么叫做上帝居住的地方？哎，那没垮，咱想嘛，什么叫做上帝居住的地方？叫做教会啊！教会，上帝居住的地方有什么特色？我觉得圣殿它实际上是因为有神的荣耀。你看嘛，我们教会建堂，这些很多发生的事情，难道不都是上帝的作为吗？有没有？从前我们认为很多，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买到以后，我们发现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现在你2600万是买不到这种地方嘛，对不对？从金钱上，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从金钱上，我们以为好像很多到我们没办法胜任的，可是实际上，上帝的荣光是透过很多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对不对？那
教会难道不应该要有上帝的荣光吗？还是只有那是上帝存在的地方而已呢？我们都说来到教会会让人有平安，可是平安是什么？让人有平安是因为来到教会里面，诗歌至少不要随便走音嘛，对不对？你做事情也不能随便呢，对不对？因为人家会从人身上看见你有没有上帝的荣光呢？你有没有上帝的形象呢？所以我觉得圣殿是有上帝荣光的地方，也就是说，教会要有上帝的荣光、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人的每一个讲话、每一个态度，什么事情都是关乎到上帝的荣光啊。那你觉得重不重要？重要。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有罪，我需要人家帮助啊。所以我觉得这里为什么大卫他的诗篇里面诉说着对上帝的荣光，从前面的上帝的创造，对不对？一直讲到人的问题，对不对？到后面讲到上帝荣耀的救赎哦，12节开始，你注意看，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有没有？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有没有？不容这罪来辖制我。我要问各位，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荣光的创造，有没有？创造嘛，对不对？1到6节有没有讲到创造？有，对不对？教会有没有上帝的创造？有啊，对不对？我们从建堂的开始都是上帝的创造啊。我们从无到有，这难道不就是上帝的创造吗？后面第7节到第9节有没有谈到上帝荣光的失落，都是因为人的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讲到上帝荣耀的救赎。所以我觉得从今天我们看这个大卫的时候，不好意思啊，牧师讲错，是因为牧师把我要举的例子是列王纪上第8章把它混在一块。好，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帝的荣光，他有没有言语呢？言语可不可以形容的？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应该可以。看似可以，可是我们从大卫的诗是看不出，觉得他是很难用言语讲出来的。有没有？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他是透过那个什么？他是透过外在上帝的创造。然后呢，第3节说什么？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有没有？所以我要问各位哦，假如上帝的荣光是在他的创造里面，那么我们的人的生命要怎么样显现出上帝的荣光？要怎么做？难道不就是认罪悔改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从12节到第14节，上帝荣耀的救赎，大卫他怎么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我觉得一间教会一定要存在着3种东西叫做创造，上帝的创造。不管是我们的事工，我们所做的小组工作，我们带领新家人的关系，我们要有创造能力，懂我意思吗？要有创意。第二个，我们要懂得去看出我们人的罪的问题，不断的去做突破跟改变。最后怎么去做突破改变？很简单，认罪悔改。所以我觉得就像牧师刚刚不小心这个经节错了没关系啊，错没关系，不要怕错，要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人不会认错了。我觉得人在信仰里面最难面对的一个问题叫做什么？你有没有听过知错能改？怎么样？子安？对，善莫大焉。我们要知道知错能改，没有什么大不了。那个最后我们要得到那个好才是最好的。为了要得着生命更好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今天学习到一个很重要新家人关怀的原则，我们为的工作都是为了要能够荣耀上帝。传福音，好好牧养，带领人，不管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那牧师都很期待我们都能够用更多的心思来去好好去默想神的话，那求神的话语来亲自激励我们，
学习建造的神的教会有3个重点，我们今天想要3个重点。第一个，上帝的荣耀要透过什么？透过创造。这个创造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不管在教会你做什么服事，你都要在祷告当中求神为你创造，让人看为似乎不可能，可是却是在神凡事都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要经历的，我们要去求这件事。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出自己的生命问题。好，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好，法度、训词、教导神的话语的教导。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道理、真理是什么？神的圣经的话语是什么？我们要好好去认识它。好，求主帮助我们。那也期待我们未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也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能够一起在教会，在神的圣殿里面，能够行出创造的能力啊！神创造的能力是我们无法去了解的，但是只要我们去想、去思考，在神的福音的禾场上，我们怎么样如何来为主来用心，好，然后为主来去好好的去做思考，怎么样奉献自己的生命，然后一起来参与，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告你的名，恳求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呼召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认识主。不仅能够认识神你的福音，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看见神你所呼召我们的生命如何来建造神你的国度与教会。我们晓得在你的教会，这是你的神你所命定的计划。我们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头，我们要彼此做好的肢体，彼此做很好的榜样与服事，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主的爱。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彼此的关系上，学习懂得尊荣自己教会，还有自己教会的牧者，甚至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同工，以及我们的属灵领袖。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信心的信仰里面学习懂得尊荣、尊重彼此，彼此相爱，也让我们一起在我们建造教会的过程旅途上，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呼召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所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求神也亲自来丰富帮助你的教会，让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神你的话语上面的警醒与祷告，学习更多了解明白神你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是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来经历神。也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不仅得着健康，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来荣耀神，建造传福音的教会、祷告的殿。线上恳求，也愿主你赐福在每一个在观看直播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你赏赐给他们丰富的智慧以及平安的生命，让他们的产业以及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里面都能够荣耀神，得着神的赐福。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我们结束的时间，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在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就告一段落。那也期待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再讨论接下来我们礼拜3我们会怎么样来继续来进行门徒训练的课程。愿主赐福大家平安。